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球星哈波、Bryce Harper 和马查多 Manny Machado 近日签下大约后，传出洛杉矶天使考虑提供10年3亿5千万美元合约给正中外野手楚劳特 Mike Trout。新闻网站 The Athletic 记者罗森塔尔 Ken Rosenthal 的报道指出，天使队最近考虑要提供一笔10年3亿5千万美元，约新台币108亿元的天价合约留住楚劳特。路透社报道，2度荣获美国联盟年度最有价值球员 MVP 的楚劳特，2014年跟天使签下6年1亿4450万美元合约，目前合约还剩下2年，但楚劳特尚未表明他是否会在2020年合约到期后仍居留天使。27岁的楚劳特去年球季出赛140场，打击率3成12， 39支全垒打，79分打点，还有24次盗垒成功。过去8个球季都效力天使的楚劳特，大联盟生涯打击率3成07，并击出240支全垒打，648分打点。